随虔诚听众，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了这段经，就是解说甲正文第64页，就是解说甲正文第64页。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6节。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6节。就是解说甲令后代美人得见佛性。即马要来说的解说下面，就是四个拟定提听。后代美人若识众生，即是佛性；若不识众生，万劫灭佛难逢。我今教你识自心众生，见自心佛性。欲求见佛，但识众生。只为众生灭佛，非是佛灭众生。即嘛就是要来说来解说这个道理。这段呢，就是法海来请示慧能大师。就是讲，既然你要离开世间啦，你有留什么款的道理，会当好使后来未去这众生啊，来见佛性呢？慧能大师就讲拟定提听，讲恁大家啊，爱来提听。这个提就是提示，或者是提醒的意思。提听就是讲，恁爱好好啊，详细听，爱用心来听，因为道理重要所以袂使你啊马马虎虎啦，一边耳听一边耳溜，安尼袂使。下面就对伊说法咯，讲后代美人啊，若识众生呢，即是佛性。讲这个后代的美人。迷人就是讲迷惑的人，也就是指迷惘的众生。讲这个迷惘的众生啊，若是会当好来认识众生，安尼呢就是佛性。会当好认识众生就是佛性。这也可以讲就是在下面所要讲的识自心众生，见自心佛性的意思。认识众生，众生甲佛性，这是两个对立的物件。众生是在迷，佛呢是在悟。因为众生有种种的贪嗔痴烦恼，所以众生呢对造业就会受果报。虽然是讲众生本身有真正侪烦恼，有伫咧造业，有伫咧受果报。因为咱本身迷啦，所以根本呢自己未当好认识咱本身，就是有种种的烦恼，就是有种种的罪业，就是伫咧受种种的果报。咱若搁再讲一个咱对咱本身较切身的话啦，就是讲咱每一个人对咱自己的毋对的所在，对咱自己的缺点呢，咱一无所知。所以呢，咱会使咧讲毋捌咱家己啦。即句话讲起来，咱或者是感觉讲真奇怪，为什么毋捌咱家己？我都某人，我较毋捌我呢？你所讲你捌你家己，那你是捌你这个外表，这个身躯这个面貌，你本身的个性缺点在哪里？你本身的行为缺点在哪里你现在时伫咧受什么款的业的果报自己都毋知。所以就做慧能大师就安尼讲，假如若是会当好来认识众生这呢就是佛性。就是讲你会当好有智慧的观照，自己呢会当好知影自己的颠倒烦恼种种毋好的个性，
自己呢会当发觉到自己的错误，而且呢自己啊也会当好来发觉到讲啊，我现在是去互啥物款的业加颠掉咧，即马就是咧受啥物款的业的果报。那呢就是有淫失众生咯，淫失咱家己本身咯。那呢这啊就是佛性。我拄则所讲的弱势众生，这是约咱本身所讲。但是众生呢，毋是咱家己本身做众生，其他有真正侪动物类呢，共款啦，拢是众生。咱可以讲对每一个众生，咱拢无认识，也将每一个众生呢，家当作讲参像佛祖、参菩萨、参圣人。因此呢，别人会小可毋对的所在，咱就把它原谅的。假如讲咱也会晓了解讲啊，伊就是众生嘛，啊众生一定都是有烦恼颠倒，众生呢就是有错误的行为。咱若是会当安尼来去甲伊认识，我相信啦，对任何人呢，都有法度好来甲伊原谅。伊做较大的毋对呢，咱就袂去甲伊责怪，因为伊是一个众生啊，并毋是讲伊本身呢故意要去做毋对，伊本身伊的思想无正确，伊本身嘛毋知。伊本身的行为有错误，伊本身嘛毋知，因为是毋知，所以才做出来啊。世间人，我相信啦，有真正侪拢是毋知才去做毋对。啊，你讲知跳一个要做毋对，即款的情形啊，应该是非常少。所以当时阵呢，犯罪啦去互掠去，伊才知影讲，哎，我来做犯罪是毋是啊？啊，我都无对毋对啊。相信啦，连一个杀人放火，你甲掠来，毋讲你太要做这个代志。伊讲我做这个毋对呢？为什么讲伊无毋对呢？伊会去放火，就是对人有恨心嘛。伊前面讲你对方你对我歹啊，所以我甲你报复，我来放火厝甲你烧掉啊，我这对毋对？迄是伊对我毋对啊，伊绝对也无要成功，伊毋对。或者是讲杀人，你太要杀人，伊讲啊，伊都对我无好啊，啊伊要杀我，我无想杀，较会杀你呢？伊嘛无讲伊毋对。连犯这样正大错误的人，伊就拢无认面讲伊毋对。难怪普通的错误，哪里会当发觉出来？你甲伊讲你偌济错误，你甲伊讲一大堆，伊甲你编一大堆的理由，因为伊本身呢无认面讲伊毋对。所以假如咱来当好认识即款的众生的性，就是讲众生啊本来就是安尼。要哪安尼呢？你啊，就是一个有佛性的人。安怎讲佛性呢？就是讲你，就是啊，用你这个佛性所具足的智慧啊，来去观照，来去反省自己，来去看别人。所以慧能大师才讲：若是众生，即是佛性。那若是众生，即是佛性。这句话，依照我拄则所讲安尼啊，实在是非常重要。虽然是讲只有8字啦，若